谢谢您啊，谢谢来接受我的这个拜访，因为今天也是过节，但是您百忙之中来，我们呢就先给你解释一下那个前因，然后我们再聊一聊我们现在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清华大学有一个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我们一直推动积极心理学，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中国人民心理健康，智慧提升。对，但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发现就是说，科学有它的局限，科学很好了，心理学是个科学嘛，有很好的一些理论啊、方法呀、研究成果和发现，但它还是有一些理论，还是有一些局限。这个局限最大的就是，好像老是跟我们的切身感受隔了一层皮啊。我打的比喻就是，你在水底游泳，岸上人说话。你听得见，但听不清晰啊，有点隔靴搔痒的感觉，或者叫做戴着口罩呼吸的感觉。你生活下来没有问题，也能够很好的解决问题，但是可能不真切，所以我们就开始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对我们当代心理学的意义，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个研究项目，叫做中国文化基因组学。这个项目呢，就是它用这个生物基因组学的方法，就是进行大数据的挖掘研究，就从这个周朝开始，一直到现在，所有出版的、所有发表的、所有公开的那些文献，我们做计算机的人工智能的学习，就让这个机器去学，然后呢，再让它去总结出来，这里头的逻辑啊，传承啊，时代的变迁。那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做这个项目，已经开始开发出来一套体系，将来的目的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探索传统文化和现代心理学的关系，也能够帮助未来的修行者，将来想知道传统智慧，他只要在键盘上按一个键，说我想知道看不多的是什么，立马您的那个思想的脉络，文化的还有言语的变迁，它就呈现出来，就是说能够让我们很好的去捕捉，佛陀的一些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东西呢，但是我们就有一个担忧，因为我们不是文化大师，我们不是佛学徒，我们很多时候完全就是用这个数据啊，用理性啊，用科学逻辑来挖掘出来这些观点。所以第一呢，我们是想得到您的这个确认，就是这个对还是不对，方法上有没有问题。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其实用佛学智慧也去开发了很多帮助人提高心理健康的一些计学方法。我想跟您去讨论一下，就是我们这种实证科学的方法，合适不合适？能不能去探索挖掘佛学的智慧的真谛？这是第三一个呢，就是我自己就是对于佛学和心理学的一些问题，一些思考。举个简单例子，就是这个佛学的四大智慧，其中就有一个苦，对吧？叫做苦题。那么这个时候，人要经过8种痛苦。那么它的本质就是痛苦，而我们心理学，特别是积极心理学，提倡幸福，就是人一生要去追求幸福。对，这里头就是有一些我自己困惑不解的地方，所以我也列了一些问题，我们就慢慢聊。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研究的一些发现，想得到您的一些评论。第二呢，就是我们积极心理学的一些佛学的智慧的应用，包括至善呐，慧眼禅心呐，境随心转呐，就这些方法，是不是得体合适？听您意见。最后就是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个3个目的来请教您。非常好，我们可以交流。好，太好了。那我就先把我们那个文化基因组学关于佛学部分的一些发现，听听您的意见，好吧？好。就是我们呢是大概把71个佛教典章经典呢，都让计算机去学习了，因为现在有一个人工智能嘛，人工智能其实就是一个算法，它可以把所有的文献学习，然后找出里头的这个语义逻辑，这个叫做知识图谱，就现在
很多的研究呢都可以这么做啊。所以我们呢就是纯粹的用计算机的机器学习方法，把71本典账，其实还有很多还在学，我们这个工作没停啊，此时此刻，学生就在那输入这个数字，输入这个文献，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完成了两个工作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先把这个儒释道的所有的经典，因为我们经常讲这个儒释道三教合流嘛，对吧？就像那个我辅系三校一样，对吧？实际上三教三合流，对吧？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儒释道所有的经典，我也给您汇报一下，儒教典账呢是33卷，佛学典账多一些，71卷，道教呢就是13卷，我们都让这个大模型在学，然后呢，第一个工作跟您汇报一下，就是我们把这个儒释道三教合并起来，看一看这些里头的核心概念，那现在发现的就是2个核心概念是被三个宗教或者3个文学的3个中国文化的支柱都谈到的，一个是智慧，很有意思，就是佛学的智慧观是3个宗教，我们先用宗教吧，这个不一定合适啊，对，现在他谈到最多的，然后呢道是比较多的，然后就是德，就是本来德是一个儒学概念，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发现慈禧渗透在3个宗教，儒释道都有啊。但是让我们特别惊喜的就是心，就是这3教都谈心，对，这个儒学讲正心，道学讲清心，佛学讲观心，对，你看就是心，然后就众生，就是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关注人。关注心，关注大众的，然后就是解脱，这种解放的感觉，自然，然后很有意思，最常用的佛，就是无论是这个儒释道，都谈佛，特别是现代，就现代的儒释道，从这个明清之后，都把这3教合起来了，用的最多的是佛，然后就是无。儒学的概念，佛学的概念无，最后就是这个理学的概念，儒学的概念理，理谈的比较多，还有空性，大概就是排在前面的几个常用概念，就是这些啊，就是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显然这个3个文化支柱3或源流都有这个道德人心智慧天命，这是我们发现它比较多的地方啊。但是佛学它独特的地方呢，就是空性觉悟，涅槃解脱啊，就这是佛学就是通过文本分析得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就想，您对这些研究发现，一个评论，一个看法，一个想法，就是共性很明显。无论是儒释道都讲道德人心智慧天命，个性呢很突出，空性觉悟涅槃解脱，这是其他的儒学和道学都谈的不多，佛学是特别强调的，就是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这个发现我们怎么理解我们怎么去应用我们怎么去宣传，所以想听听您的这个高见，然后我们就聊然后后面呢，我再谈一谈我们的一些实操的一些方法，您的建议，然后再谈我自己的一些困惑。好，对，随便聊您这个。对，明白。这个比如说像智慧，可能是儒释道，对都在讲啊。是，然后呢，在他们的这些文献当中呢，这个就是一个高频率的词汇。对。但是呢，他讲的可能内容不一样，可能内容是不一样，然后这个对智慧的了解，还有对智慧的解释，还有呢这个各自的这个文化当中讲的这个智慧它本身的深度，高度，这些方面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差异，对，是但是他们都讲这个智慧，都讲智慧，这就是说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非常的关心对，注重，对，强调
这个智慧，他们认为智慧才能够解决问题，是，而不是其他的啊，就是只要有智慧啊，那就是有办法，那就可以解决包括这个心理问题是等等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是，但是因为他们各自的这个智慧放在各自的这个经典当中去解读的话，那就可能是有一些差异也会出来，也会出来。但是这个笼统的讲，这些都叫做智慧，都是智慧，哎，对，都是智慧。所以呢，他们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可以解决问题，哎，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想。这样子大数据、大模型啊，把这些东西都是挖出来了以后呢，比如说用佛教对智慧的这个解释去解释我所有的这些，这3个文化里面的这些解释的话，那可能是会有一些误差，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对，比如说都叫做智慧，但是呢。每个文化里面的这个对智慧的解读可能不一样，对智慧的这个追求，他们所追求的智慧可能也有一些不一样。是，所以这个是平时我们也就感觉得到，有些比如说我们用现代我们自己的这个了解认知去解读或者去解释，对那个古人的。经典当中的这个智慧，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也会有偏差，是有偏差。然后就是这个经典当中相互之间，这样子去解释的话，这也会有偏差。对。所以我想就是通过这个大数据把这个他们的这个高频率的词汇啊找出来了以后呢，然后比如说佛家啊怎么去解读这个智慧，然后呢，佛家的智慧有哪些？然后呢，佛家的智慧是用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它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啊？然后道家跟这个儒家也是一样，也是这样子看，这个是不能混在一起了。这样混了以后呢，这个三教是要合一的，但是呢，不能混在一起，不能混在一起了。混了一起以后呢，最后就搞不明白到底是哪个是儒家，哪个是佛家啊？最后就是搞不明白。然后因为那古人的智慧，它各有自己的长处啊，那这个就可能这样子就都揉在一起以后呢，然后就是可能有些可能是有点乱，所以这个分是很清楚了啊。当然这个我觉得你们有办法的，你比如说佛家有70多个。这个经典啊，71卷，对，道家有30多，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各自的这个里面的高频率，的这个词是什么？然后呢，这个他们自己怎么解读，这个就一下子就很明白了。您这太智慧了。然后我跟您说一下，我们还真做了我们就把这个儒释道关于智慧和它相关联的东西呢，做了一个分别的处理。就是按照您这个思路来，那么我就讲佛学的这个智慧，它作为一个核心词，它可以算出跟其他的相关联的词来做分析。那现在我们又得到了一个结论，但我就有点看不太懂了。和这个智慧在佛学里头相关联最高的叫众生，就是它完全是一种平民智慧，就是众生。第二个呢，就是解脱，就是佛的这个智慧是一种解脱，对，佛的智慧是一种德，是一种德，是一种品德，佛的社会呢是一种慈悲，佛的智慧呢是这个信，应该是空性，然后佛的智慧居然有入世，入世是这个大乘佛教，然后就是佛的智慧是心所以我们清华大学的梁启超，我们国学大师他就说过，我佛法中以心为主，所以他当时就认为是心是最核心的，但是根据我们的分析，梁先生也只说对了一部分，我佛法中众生为主，对，这是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但我就不敢说了，这个就我不是佛学大师，我完全是数据支撑的这个科学主义方法，对。它就是这个烦恼，布施，戒律，修行，这就是大概
就是佛学谈智慧最常见的一些关联词。第一呢就是您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佛学的这个大师嘛，我们就担心前3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对，就是众生解脱这3个，对，这3个是在佛教里面呢，它是为什么就是出现这3个呢？因为这个它的智慧就这跟3个是跟后面的2个是有密切的关系对，比如说佛教的智慧，比如说像佛的智慧，对那佛的智慧呢，那佛他不是上帝，他也不像上帝对，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拥有佛的智慧，佛他最终的目的也是这个，所以呢，智慧是他是希望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个智慧，都有智慧它并不是只有一个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上帝，只有一个佛，它不是，这些众生都可以成佛的。对。那成佛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有了像佛陀一样的智慧，他们就成了佛了。所以呢，佛的这个智慧呢，永远都跟这个众生连接，跟大众连接在一起了。因为这个佛的智慧就是跟他们没有什么连接，只有他跟自己，那佛的智慧是没有什么意义了。是不是见性成佛就这个意思？对，所以因为就每一个众生他每个人都有佛心，那么每个人都有佛心，只要佛来指点一下然后大家都知道，非常民主对不对？对，非常民主，非常现代，非常先进。对，他没有那种等级森严的那个没有遇到，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对现代人很有意义的，对，要解放，对，就像这个，就像我们的这个《入菩萨心论》，这里面都讲就不仅是人类就包括就是一个哪怕是一只苍蝇，一只蚊子，如果它能够努力的话，它也是有这个佛心的，所以呢，佛的这个智慧呢，跟这个苍蝇、蚊子等等那些小动物，包括这些小动物、小生命，跟他们也就是连接在一起了。是。所以呢，它一定是佛的智慧，一定会跟众生一起，这个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那第3个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解脱。对，解脱。对。那佛的这个智慧跟众生连接一起了以后呢，一起以后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让每一个人解脱，对。让每一个人从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烦恼，各种各样的痛苦当中摆脱。那前3个，我觉得是一定是这样子的。非常好。对，有没有一些漏掉的地方？就是您觉得在佛学智慧中间，我们这个大数据没有捕捉得到的？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讲，已经很全面了。因为10个嘛，对吗？包括慈悲包括这个空性包括心包括这个布施、戒力、修行，对吧？这些都是佛教里面非常核心的概念，核心的概念，对，核心的概念。平时也都是非常非常关注很强调的，对。我觉得尤其是这前面这3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智慧众生解脱，对，这就很核心了，对，很核心的。那我就有信心了，因为我们也怕就是这个数据，因为做这种科学研究最大的问题，你的采样、你的数据，如果数据不全、数据不准、数据有误差的话，那你得到也是错误的结论嘛。就现在看来，就是说还是有一部分的可信度，对吧？对，但是肯定要深挖进去。对。这个好，这个是我就有一点信心，就是因为我们完全是数据启动，就完全就是看，没有任何的主观偏见，也没有有意的选择，就是看数据来是什么。结果发现这个知识图谱还是挺有意义的。对，这个挺有意义，但主要是这个70多个这个经典当中，就是包含哪一些经典，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了。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全部都是南传佛教，假设全部都是南传佛教的经典，那就是
只出现这个南传佛教比较重视的，对，这个大乘佛教再讲什么，这个数据就没办法啊。我们都有，我们就是我们就完全根据这个中国佛教协会推荐的佛教典藏71卷，我们就把它弄出来了。但你说的对，佛教典藏8000卷，对，就是说我们只是挑了咱们中国佛教协会认为是最重要的经典。我们将来在做这个8000卷的探索，但是工作量太大，就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个夜以继日的做，也是难做，但我们觉得是一个功德。对，就是这个世界上总得有些人做一些为别人铺垫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再让他学完了之后，将来就开放，就是把它让所有的人将来都不需要像我们这样一点点吭哧的去看查呀，将来可以借用这个人工智能的工具，你按一个键就出来一张图，一个概念，一个时代的变迁，这些我们都在。好，感谢感谢给我特别大的信心。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佛学智慧的心理学的一些关系您可能也知道，我呢就稍微重复一下，就是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就向您汇报一下，就是心理学，特别是现代心理学，怎么把佛学智慧引进来大概分成5个部分，就是在引进方面，第一个就是理论，就把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借用一些佛学的智慧，这里头最早做的是荣格，荣格是一个精神分析大师，他呢就是当年把那个佛学的这个阿赖耶识，对，把它作为一个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就是因为很多人讲这个什么是集体无意识，集体潜意识，就是我们人类有一种意识，它是大家都有，平时不知道，但是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活动，所以这个集体无意识呢，他认为就是佛学里头的这个9识中间的阿赖耶识第8识，他说这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就是大家共有的一个智慧库，对吧？这个智慧库每个人都有，就像现在我们做的人工智能，其实有个云端，其实大家都在分享，只不过我们就没去意识得到它。对，就像我们用的大模型，都有一个模型在这。我们现在用的是 DeepSeek， 咱们中国的模型，那么外国人用他们的那个 ChatGPT4，那都是共有的集体无或者机器的无意识。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他认为是一种很好的集体无意识。那怎么去分析你的无意识呢？他建议用一种方法叫做曼陀罗绘画，就是你用一个圆，上面让你去画各种对称的那种花纹，他发现就是这种绘法让你静下心来，然后发现对自己的这个无意识的一种觉知，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这是一个外国人，他就因为学了佛，对，他就把它引进出来，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所以大家认为他在理论上来讲，解释了我们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就是我们佛学的这种阿赖耶识。另外一个这个心理学最早做这个东西的人呢，是叫做弗洛姆。弗洛姆他研究禅，他就认为这个禅中修行的空字呢，其实就是现在西方社会人觉得被异化、被掏空、被觉得很挣扎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他错了啊。但是他确实是这么认为，就是说佛学里头的这个禅中的空，是很多人为什么觉得自己现在很空的意思啊，他有点字面的理解。他这是这个弗洛姆他不完全懂，但是呢，他确实比较早的把这个心理学引进进来。那另外一批人呢，其实就是伯克利的那些教授啊。60年代美国有一个叫做新文化运动，也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伯克利一批左翼的知识分子开始向中国学习。所以你现在去伯克利，你也去过，它有人民广场，有人民公园，有人民书店，有人民大学，也有人民大学。他那个人民书店叫做东风书店，叫做东风压倒西风，全是中国的书，毛主席书摆在最显要的位置，现在还有，所以我当时去感到特别亲切，这是中国的地盘嘛。所以他们自己也叫做伯克利人民共和国。他们那边有几个教授，对美国的思想界
影响非常大。您可能都听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物理之道》，讲这个量子力学，对吧？叫 Tower Physics。还有一个叫做舞蹈的物理大师，就他其实物理学家，他信佛，所以他就把这个佛学来解释量子力学，所以我现在讲的量子力学都抄的他们的书，就是凡是讲量子力学和佛学，其实都是这些人在60年代、70年代写的2本特别有影响的书。那还有一个人呢，他就写了一个禅宗和自行车，这个书名很怪，就是他就是骑着自行车周游加州，然后在这个周游过程中间写下来自己的佛学的一些感悟。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心理学教授，所以他有一个现象叫做集体癔症，他就是用的这个集体无意识，阿赖耶识，就是人有的时候有互相暗示，集体的无意识，集体的这个癔症，就是有点得病的感觉，有点消极啊，但是呢影响也是挺大的，所以说这个是心理学最早接触佛学的一帮人。后来我去伯克利任教的时候，就无意的发现我们有一位老教授，他的名字叫做罗斯 Ross，这个女教授是活着的，曾经现在去世了，当时是活着的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美国现在评了100个活着心理学家，唯一上榜的3个女性心理学家，她是其中一个。他做出的研究呢，到现在为止都很震撼，就是人类的概念有原型，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任何事情，比如说花，其实我们心目中的花是有一个原型的，鸟也有一个原型的，而这个原型很奇怪，就是甭管哪个地方的人都差不多，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贡献。但他突然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研究这个认知科学他研究佛学所以他在伯克利上的一门课叫佛学心理学，经常请我去给他对话，因为他是外国人嘛，对佛学理解，我老觉得就是还是隔层皮，掌握不透，就是他的理性科学很好，当然我也一样，但是呢，起码我了解中国嘛，了解中国的佛学，所以我们俩在伯克利开的一门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就叫做佛学心理学，所以我对佛实际上是了解的很早，对。我们讲了很多年，那么在这个技术上，因为美国佬他们有点那个工具理性嘛，在技术上呢，有3个佛学的技术，被用在心理学方面，也跟您汇报，一个叫做正念解压，正念解压是一个叫做卡巴金的人您可能也听说过，对，他在缅甸学了内观禅，学了咱们这个沙体，就是那个巴利语。他学了巴利语，然后他就把这个内观禅引进到心理学，作为这个解压的方法。所以他一门课程呢，大概是2周，然后训练下来8个疗程，训练下来，那个大家的疼痛感下降37%，焦虑症下降70%，就是你真的是经过他的修行呢，有意义的。这个叫做正念解压。第2个呢，就是辩证行为疗法。就是有一个美国人叫做赖克汗，他把那个禅宗的痛苦耐受技巧，就怎么受苦他们引进到这个边缘人格障碍的治疗，现在发现效果非常好，所有那些有边缘性自杀倾向的人，他的这个患病率下降65%，非常成功。第3个做得好的呢，叫做 REM 模型，是一个叫做布拉奇的。他就把这个内观然后转化为